原來坦洲咧，距離珠海咧就係咁近啦。屋企對面咧就係珠海新香洲嘅方向啦，包括明珠站啊，同埋山姆會員店啊。揸車過去咧，同埋行路過去咧都係比較方便嘅。OK， 屋企樓下咧就係公立嘅幼兒園啦，同埋小學嘅。今日我哋睇呢套咧係位於坦洲啦，一個70年嘅純住宅，89個平方。全屋咧係帶埋豪華裝修交樓嘅 ，OK， 包括呢啲櫥櫃啊、方太嘅爐灶煙機啊，同埋消毒櫃啊，出邊咧仲有個生活露台嘅，熱水器可以放出邊，包括洗衣機都 OK 嘅。三星嘅智能密碼鎖啦，帶埋人面識別啦，同埋呢個指紋3合一嘅 ，OK。全屋嘅日立中央冷氣啦，都係個交樓標準，連窗簾啊、電視背景牆咧都係幫你做好晒噶啦 ，OK。嗱，成屋咧佢都係帶埋豪華裝修交樓嘅，你基本上咧買啲家私過嚟咧，直接可以拎翻入住噶啦。主人房呢度咧採光面都係比較大嘅，包括咧佢呢個衣櫃咧都係幫你全部做晒噶啦，標準嘅尺寸，入邊咧仲帶埋感應燈嘅。小區咧就配備無邊際嘅泳池啦，同埋室內嘅泳池啊，包括健身房啊、瑜伽室啊，全部都係有嘅。咁距離珠海咧，其實講緊都係400米左右距離啫。隔離咧就係山姆會員店啦。依家首期咧為到20萬出頭咧就可以攞低噶啦。東南嘅朝向位啦，珠海咧如果係同等面積段咧，基本上你講緊都要將近成300萬嘅。呢度咧一半價唔使就可以攞低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用我實地現場了解下。Thank you。